期一至五朝早8:45準時 call 影女啦喂。My FM。結婚生仔之後呢，生活有好大嘅改變噶。係啊，對女人嚟講呢，生完 BB 變化特別大啊，身份唔同咗之外呢，身材都唔一樣。係咯，生完之後呢，好多都全身發福噶。特別係腹部啊，肚皮會鬆弛啦，仲有妊娠紋啦，哎呀真係棘手。如果係我太太呢，我會第一時間帶佢揾呢個專家呢嚟幫手嘅。揾專家，自己做運動或者改善下飲食唔得嘅咩？但如果加上專家幫手，咁咪更加好咯。咁話咩專家好啊？多拿係來自法國下半身嘅纖體專家，採用分解、燃燒同埋排除脂肪3個步驟，每次護理完至少可以總共減走5cm 噶。哇，每次5cm？係啊，而家多拿仲有促銷，6次護理只需68蚊，6次68蚊，抵到我自己都想去啊！不過只限女性咋。有下半身肺部問題嘅女性，聽清楚點樣預約啦。好簡單啫，即刻攞起手機，輸入 DR SMS 到33083，輸入 DR SMS 到33083，一共係300 ringgit。我有 Maybank